公司第2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3 AM 新闻，我是陈家豪。新闻一开始，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高安局走私粉的案件有2名已经收押，案情是一个加一个，有可能是集体犯案。这几日啊，高雄落大雨，做大水，苏贞昌也批评韩国瑜唔知头唔知尾，敢若一条讨钱。网络顶面有人预告要伫这云板南线来随机杀人，警方正在调查。头先咱来关心国安局走私粉这个事件，也这个风波目前是烧未退。国安局长潘胜德昨也来随时透露，总统府侍卫长张捷也自称调集处分，检调长也开始约谈相关的人士，今仔日也根据着贪污加分酒管理法来办理。其中有2名国安人员，方认为讲有串通口径的问题，检方也来声压禁见。总统蔡英文要求爱检察，规案件是一个加一个，甚至这检调单位来怀疑讲，国安局是一体来犯案，无排除会愈查愈悬。经过核顺涉嫌走私9800条粉的国安人员吴宗宪甲张兴家，被检方依照贪污、分酒管理法等罪定办，并认定2人有串供之负，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其他包括司机等相关涉案8人，有伫10万告、50万告保。其中2名被告已经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其他的被告的部分予以交保的处分。检调怀疑2名国安人员并不是初犯，确实有必要将清查前2摆蔡总统出国访问，因2人是不是有同款的不法？更加爱调查是不是有国安局官员集体犯案，案情无排除向顶面发展。而北康专案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要求华航唔通包庇高层，讲是吴宗宪坐飞机进行透过网站有订免税品，回国了后过来领，按过华航的有买网站根本无法度有买免税粉。要求确实无找出害堂华航董事长都落台负责，也点名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出面说明案情。什么事情先问立场，先问说，干的那个人是民进党的还是中国国民党的，然后我再来决定说我要如何对这件事情表达态度。台湾什么时候变成这样？我们内部会做一个整个处理过程的一个检视，后续我们会看看是不是有修订或者检讨的必要。面对案情愈加愈大，那兄也开记者会批评国安的纪律是有够歹，要求总统府等单位调查清楚，互社会一个交代。国安大漏洞，货进得来，香烟进得来，还有哪些货品已经进来了？假设这次进来的是枪炮、子弹，请问谁要负责？该负责的都要勇敢的来承担，但是我们也不乐见，在整个查办的过程就看到政治的一个影响跟操作。国安局处分风波愈加愈大，除了国安局长潘胜德请辞，前总统府侍卫长张捷因为督导管理不周，自请调职。国防部检讨了后，将调任陆军司令部委员。记者综合报道。国安局的官员利用总统专机来走私粉这件代志，总统蔡英文也下令讲，要检讨这个过去着违歹习惯，也取消着国安人员特殊通关的待遇。未来总统出访的随行人员，除了国家的机密部分以外，行李拢甲一般的旅客同款爱来查检。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要求讲，爱来严办检查。自由、民主、永续之旅。那我也感受到我们以外的侨胞和我们的台商的朋友对台湾的情谊相挺。这期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访问团，总统蔡英文会也去出访的旅程。毋过，国安局官员说利用这届出访走私粉，蔡英文伫人面前破文表示，再去集合总统府秘书长陈菊甲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来会商。除
除了配合司法侦办机关内部调查以外，嘛要检讨过去加强预防，而且要好好反省。还有未来出访团成员回国行李通关，买取消擂台。出访的这些成员呢，那如果不涉及国安机敏的这些比较机密的部分以外呢，那都要比照一般的旅客来给海关来进行抽检。利用总统出访专机走私分拍拍国安形象，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要求要严查严办。交通部长林佳龙嘛承认讲，这是年轻月久的歹惯事，针对华航的疏失责任会全面调查，绝对袂为什么人。严查严办，从制度面、作业面，该检讨、该防止、该究责都要做。这个是涉及可能历年来的情形，那外界有所质疑，我们绝对不能只针对一次可能涉及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必须全面，那么无上限的进行调查，那厘清疏失跟责任。要追查英国走私分的行为，敢会查到马政府的时代起。林佳龙表示，查到对就办到对，过去的当无代表讲即马就会当准过。针对调查的期限是愈紧愈好，而且嘛强调讲，发现问题就要勇敢来承担责任，才会当重新得到社会的信任。记者综合报道。国安人员对着总统出访，拢是好礼来款待，有专人专车来安排，免像一般的民众通关爱等待。不过，一个出访买物件，一个买偌济免税物品的扣打，全靠是自由心证。财政部关务署也表示讲，为要防止有人来想空想芳，会先去调过往总统、副总统专机的华航免税品出货情形来做一个调查。三军仪队列队等待，总统的车队直接驶去国宾门前，伫咧国安人员的介护之下，入去国宾室。发表演说了后，就坐专机出访。根据国际机场礼台办法，总统、副总统出访拢算是国宾礼台通关。行李甲护照拢允准讲代替查验，因为身份真特殊，而且涉及机密。查验的拢是国安机关，甲一般的民众无同，出入境拢爱通过海关。免税的分甲酒有限量的规定，超过额就爱行红线柜台申报纳税。若是国宾通关，就较好查。我不了解说之前出访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以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我们会去查华航相关的一些保税仓库的一些账证管理，我们会再核对一次。有立委表消息讲，这个国安人员在7月7日开始透过华航免税品的系统，小连刷订购的订单，金额总共是645万。订单内底出发航班编号就是总统专机。立委质疑这种手段应该不是头一届。关务署回应讲会全面调查过去总统、副总统出访专机回台日期，还有华航免税品的出货状况。因为这批分可能伫咧花莲空渡是华航放免税品的地点之一，伫航站内底放分甲一般旅客偷偷炸分片入境的案例无共款，可能会面对相关3年的刑责。给予这个总统、副总统及随行的人员一些通关礼遇的这个制度，当然这些制度会造成一些就是不肖官员的一些利用的话，那我们会跟国安单位来讨论一下怎么样来弥补这样的一个漏洞。另外，总统专机降落了后，这批违法的私分早就已经装好完成进入停机坪，那就是要对总统车队离开管制区。外界质疑敢是有管制单位伫甲伊暗卡，关务署强调讲，目前无掌握海关人员涉案，会全力配合检调的侦办。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日前见摆落雨，见摆淹水，市长韩国瑜批评中央，敢若会晓顶高雄。今仔日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批评讲，高雄淹水淹上济，无看高雄是要看地。佮讲到韩国瑜，唔知头唔知尾，敢若看到乌影就开枪，敢若会晓讨之而已。韩国瑜也回击讲，这个中央就是用着两套标准，当着韩国瑜就用悍镜来甲看。前两天高雄过来为淹水，市长韩国瑜我批评中央只敢来向指责高雄。23节起，行政院长苏贞昌出席大型车装饰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活动，被问到这件代志的时阵，带来印度登去。高雄淹水273处，台南只有1处，屏东15处，不看高雄要看哪里？昨天台北市也淹水啊，为什么没有看到行政院院长、副院长去视察呢？为什么永远用2套标准呢？因为不敢得罪柯 P。高雄市韩国瑜就是活该骂。
蘇貞昌講，這個飲水上濟所在佇高雄，中央嘅注意是必然的。伊強調政府袂大洗吧，應該給因的補助嘛袂減。反倒當來考試韓國瑜，人無看20外點鐘出現了，閣學白放炮。神隱20幾個小時後，突然冒出來，不知輕重，不知頭尾，沒有掌握狀況，就突然亂放炮，只懂得要錢，要錢也不照規定來。獨眼龍是不是真的？看到民進黨執政的縣市長那隻眼睛閉起來，看到國民黨特別是韓國瑜這隻眼睛是張得大大的，動輒得咎，對高雄太不公平。對前兩天飲水，韓國瑜嘛佇面冊回釋咧，講團隊治水有路用，但是會當更加好，恐驚嘛是為着要互市政更加有效率。所以長和韓國瑜雙方隔空開戰，總統選戰提前交火，韓國瑜嘛證實前交通部長陳香文轉任副市長。根據了解，地政環保等局處嘛攏會變動。外界認為調整韓市府小隊稿，就是為着要拼市政成績，互總統的選情更加加分。記者綜合報道。台北市昨下晡落一陣雷公雨，真濟所在攏佇咧淹水。台北市長郭文哲也表示講，這款反常的天氣向東着向西，廣播局有這個改善的計劃，不過需要錢甲時間。也不過在這個淹水時陣，郭文哲雪當咧受到媒體專訪，也引起人甲批評。郭文哲也表示講，伊隨時攏用手機佇咧掌握災情。昨一場西北雨造成台北市區真濟精華路段淹水，而且泡在水內底，路人冒險撩水。其中大安區市雨量破了100毫米，創下歷史紀錄。台北市長郭文天表示，台北市每小時的降雨量超過78毫米，對淹水。港務局有計劃要改善，不過經費真懸，也需要時間。下雨我就講過嘛，所以你看我就不敢嘲笑別人，就這樣，就是說。極端氣候，什麼誰遇到誰倒霉。去年有一次強降也有淹水，這一次我們還強降有淹水。發現有兩個地方是重複的，一個是東門那個捷運站的地下道，一個是那個小巨蛋左邊，是可以改善的，但是它需要時間去挖一些涵道。大後來市區道路變成了大水塘，不過在這重要應變救災時刻，台北市長郭文天人曉得接受媒體專訪，引來外界批評。你看我在專訪的時候，我的手機都一直在響，我那個爛還在回答。所以爛啊，其實真正好的管理，你知道，它是制度，哦，不是首長一定要坐在那個什麼應變中心。郭文天強調，透過手機訊息隨時掌握災情，你被媒體問到，同款是淹水，行政確實頂着高雄。副院長陳其邁也個路南勘災，是不是中南輕北？郭文天自稱比中央也個熟悉市政。就算要講啥物，只要互伊更加凄慘，所以未被批評。記者綜合報道。繼續來關心香港反送中的情形。香港的示威者頂禮拜在地鐵觀塘站，和穿白衫的烏刀來亂整亂拍，警方當場煞抓無夠半個，昨暗唔才抓到6個查甫人。外界來質疑講，一個警察加烏刀根本就是鬥空好勢。學者也表示講，穿白衫的有上百個，煞抓幾個來準拄煞，恐驚會成做後一擺示威衝突的主要原因。元朗地鐵站的人真少，附近的商場嘛攏無看人影，店頭嘛攏甲鐵門揪落來，唔敢做生意。這是民眾佇7月2日8日翕的畫面，形容元朗若像一座死城共款。因為前一天7月2日，元朗地鐵站發生白衫人來拍反送中示威者的暴力事件，畫面一直傳出去，民眾大家攏是心驚驚，而且迄當陣報警嘛耽誤警察來鬥3天，警方嘛一直到8日暗時才抓到6個人，大部分的香港人攏質疑，香港警察甲這掛烏道的勢力絕對有關係。政府沒有動員，可是政府又不能太強力的反應，因為他們都甚至吐明，這個是有中人辦的黑手在後面的。學者指出，白衫人超過100個，目前所干那6個起紅率根本就無夠比例。反名派立法會議員朱凱廸嘛質疑，因確之後一定有中聯辦解消天。包括中聯辦同埋一啲建制派嘅議員，佢哋係咪串埋咗一齊去帶嚟呢一種恐怖嘅統治呢？警察唔執法，褪埋一邊，就等黑社會上場，呢一個係一個好刻意精心計劃嘅安排嚟嘅。
元朗地铁站的事件，互外界拢惊到。啊，毋过中国的外交部却不准外部势力讲有诶无诶，而且佫批评台湾替香港根本就是遐查踢灰道。我只是想提醒岛内的某些人，不要动不动就出来蹭热点，就香港事务来说三道四，来体现自己的存在。美国总统川普7月2日伫白宫表示，伊了解香港的局势对习近平来讲是非常重要。啊，毋过最近习近平已经表现甲真负责啊，因为有伊的稳准，才会当互示威活动会当维持遮尔久。China could stop them if they wanted. I think that again, I'm not involved in it very much, but I think President Xi of China has acted responsibly. 无论外界安怎看待，香港示威者拢无法度接受。香港政府对白沙人拍人的态度放禁令，已经搁号召7月27拜六要搁登去元朗抗议经乌交结。有学者认为，这届事件已经引起真大的民怨，嘛替后一波的冲突带一条火线。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日表示讲，台商回流投资的金额已经超过4520亿，认为即马是投资台湾上好的时机。经济部也发现讲，香港修订多项条例，互这个投资的人也来起烦恼。亲像今年顶半年，香港资金来台湾投资就有3.4亿的美金，比去年的同时间增加2倍外。政府即个甲台商下手，台商等来台湾投资的金额已经破4520亿。总统蔡英文接见世界台商联合总会投资考察团的时表示，即马就是投资台湾上好的时机。那这3年来，我们积极推动法规的松绑，今年提出来，我们有一个方案叫做欢迎台商回台投资的行动的方案啊，更进一步设立了一个5000亿的新目标。让台商能够安心回台投资。针对台商关心的扣税问题，蔡英文嘛讲，立法院已经3读通过境外资金回档的管理运用和扣税条例，希望透过实质的租税优惠，引导台商将海外资金回档来。实际上，除了台商回流，经济部上新的统计嘛发现，港资来台湾投资金额达到3.4亿美金，比去年同期的1.1亿外美金增加203%。香港人是很喜欢到台湾来，不管是投资或者是观光啊，甚至移民，政策上也算是对香港有特别的一个比较好的待遇。另外，受到美中贸易战的影响，顶半年核准对中国投资的件数是282件，比去年同期大减51%。这段时间核准中资来台湾的金额嘛，只干4747万美金，年减65.48%。中国大陆的一个投资环境已经没有以前那样子的一个利基比如说它在人事成本方面它在这个环保法规方面都已经慢慢的比较紧缩那这个会让很多的台商觉得说在那边的这个投资的动机不强。学者表示，目前台湾对中国出口已经是小连续8乌，表示台商对中国出口的中间材、零组件、机器设备渐渐减少。进一步显示，在美中贸易战的冲击之下，影响台商去中国投资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做伙来关心国地头的消息。在阮警察队接到民众报案，讲伫咧网络顶头有人要伫捷运板南线来随机杀人，警方也随来加强巡逻以外，也当咧透过网络的 IP 来进行追查。这也是这3天以来第2件讲要来捷运杀人恐吓的案件。早警棍遮的装备，警察伫捷运站内底一直试计算，要保证讲每一个乘客的安全。因为捷运警察队接到民众报案，讲伫咧网络面顶看到有人留话讲，下晡1点要伫捷运板南线面顶无差别太人。大家有防备的话，其实他们也不见得有机可乘，可能是大家都是在滑手机的话，就会可能有巡逻，就至少看得到警察做事啊，就是那个杀人犯才不敢就是做下一步的动作。其实伫7月2日，才有一个细条的查某囡仔伫网络面顶表示讲要伫捷运内乌站杀人，结果去互警方抓到。想袂到案情才打结束，佫出现另外一件恐吓6月案件。捷运警察队目前已经通报各捷运加强保卫，各派出所嘛加强调派巡逻的卡手，即马当咧透过口罩6月的 IP 来进行追查，要甲这个6月的人找出来。在这个网络的世界里面无远弗届而且使用这个社群的这个当事人他有时候确实是会有模仿的效应。那这个部分我们警方对于相关的留言的，如果有触法我们绝对可以来把这个留言触法者我们把他依法来侦办。
警方表示，民众若是伫网络面顶留这种有恐吓性的话，无论原因甲目的是啥物，都已经犯着刑法恐吓公众罪甲恐吓慰安罪，相关的倒犯2年以下有期徒刑。若是民众坐坐稳的时阵发现可疑的人甲物件，拢会当使用车手内底紧急对讲机甲司机来讲话，警方嘛会赶紧赶来现场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互平湖甲台湾这2个所在的电会当互相调来调去，台电1年前我已经完成了海底缆线工程，为口湖起来，也毋过这个电缆线会破过市区。民众也认为讲，这个电缆线的电磁波会来影响到身体健康。伫咧离离的时阵来阻挡台电进行着线路的调查，要求台电的线路爱改。民众真不满大声发抗议，要求台电工作人员随停工，因为台电1年之前完成海底缆线伫口湖上岸，伫咧口湖乡总共8.8公里的缆线，即马敢若剩市区1.4公里还未完成。毋过当地民众认为讲，这个高压的电磁波可能对人体有健康的疑虑，要求台电爱变更卡路。因为你这个方案，百姓嘛拢有甲恁建议，是毋是还佫有其他的方案？你嘛拢无一个结。拢无一个结论。你们就一直要挖，只是说要试挖，你到底有专业无专业？你敢若讲要试挖，对一个工程是用试挖的。为着要平湖寒人有够热风电会当互台湾，2地会当互相调电来用。台电伫1年外进前就完成海底电缆，拄口湖乡上花。毋过即马敢若剩上下尾的1.4公里还未完工。台电表示，这3天的气雾是因为地下的光线真济，爱乌开才会当看到实际的状况，乌了就会随屯倒转去，毋是要带电缆。我们刚才也跟各位民众乡亲有讲过，这不是施工，这是一个试挖的一个管线调查。过这个试挖之后，我们内部还会再进行一些评估，它的一些可行性，包括一些时程的这个部分。台电表示，地下电缆的工程已经采取降低电磁场的技术，嘛有请第3核数机关进行模拟甲试验，会甲台的深度增加到6公尺以上。目前台电会拍拼沟通，希望讲会当得到民众的支持，赶紧互台湾甲平湖会当互相调电来用。记者综合报道。咱镜头看到桃园航空城区段征收土地协议的会议，自7月15到8月25，拢总有83场。不过，这个桃园航空城地方促进会认为公告的协议价加这个地价差了太多，损害到居民的权益，也招到这个征收户来联署，要求政府来重新估价。九布条啊大声抗议，桃园航空城地方促进会支持开发，但是不满各区公告协议价格估价含真实差伤多，会影响到征收户未来的配地，损害到居民的权益，要求政府爱重视地方民意，搁再定估价。地价落差太大哈，我希望政府能够重新重新查估哈，不要造成百姓这个土地分配不均哦。地价太低了，公告不平了，不知道要怎么分法，因为我们都不详细了。之前还要加4成，现在竟然比公告现成还低8成，要跟我买。配合桃园航空城区段征收土地协议，价格会议对7月15开始，一直到8月25，总共有83场。桃园航空城地方促进会嘛伫场外发动征收户联署活动，因认为应该要全面定评估补偿地价，合理配地比。目前已经收到3000份的联署书。地政局我要求他们做缩帖，那以及在说明会做更清楚的说明，因为大部分的地主他们得到资讯是有点错误的。市府表示，协议价格是政府和民众协议摕到土地的价销，无将有机因素加入去，这是落差的原因。若协议未成，就会建议区段征收，会依照土地征收补偿市价查估办法的规定，查估补偿的价销，嘛承诺最后会达到平均配地比41%的目标，赔偿金嘛相对比过去更加好。记者综合报道。林佳龙伫咧做台中市长的时阵，伫北屯区规划的社会体，伫咧新的市政团队上任了后，就来停止计划。今日透早进行第2摆的公开招标，是由总泰地产用着38亿相关的计划来得标。不过也引起着社会公平的质疑。台中市地政局也表示讲，边仔2个社会体同日进行，这是规个争讨的考量。
这个伫个北屯区的太原段140号空地啊，总基地面积11330平，原本规划要起3500户的社会住体，将是全台中市上大社会住体。计划中止了后，公开标售底价34.1亿，再起第2摆公开标售，由总台地产以上关价38亿得标。标托的是38亿，所以是比我们的底价多了4亿，然后顺利标托，标售这笔土地盈余来做平均地权法定的一些地尽其力的使用。这摆得标的地产业者边拢是关系企业的新建案，房地产估计所认为，就算建商未来开出每平无到20万的单价，也依然有30%的获利。对大楼的集合住宅可以盖那么多的楼地板面积而言的话，那再去均摊它的土地成本的话，如果它可以卖到17、18万的话，它的获利率应该可以达到30%。台中市中止了社会住体计划，引发外界批评，认为是咧卖地炒房地产。卖地炒房，然后让我们下一代或者是我们年轻人更买不起房子4年要5000户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住宅的量，到底要从哪里生出来？对此，台中市政府之前已经说明，北屯区有2个社会体规划列起当中，只是将太原段的需求刷到西屯区的各安段。而这个划庭的社会住体，房地产业者认为，除了透露市区土地难得的需求，也传达台中市政府对社会住体规划新思考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看国际新闻。罗西亚的军机今日透早头摆飞入去有主权争议的独岛顶面，南韩政府认定因来侵犯领空，也几落车的战斗机也随飞起嚟啦，甲这个罗西亚的军机来开枪，表示警告。战斗机快速升空，这是南韩空军平时训练的状况。不过23号早起，所因为中国甲俄罗斯的军机前后飞入去南韩的防空识别区，让南韩紧急出动战机对两国的军机公布警告。不过中国甲俄罗斯的军机所拢无回应。 오늘 오전에 러시아 군용기 3대와 중국 군용기 2대가 카디즈에 진입하였으며 카디즈는 우리 측 방공 식별구역입니다. 이 중 러시아 군용기 1대가 우리의 영토인 독도 영공을 침범하여 우리 군이 대응하였습니다. 飞到独岛天顶的俄罗斯军机前后2届接近独岛，互南韩当局认为是侵入领空，所以即时出动真侪架的战机向对方开枪示警。根据韩联社的报道，南韩战斗机前后射击了80个加280个，当中360个枪支警告对方。 南韩嘛挑起中国甲俄罗斯两国的驻韩大使表达抗议，不过中国的大使虽然来讲 ，Air recognition area is not airspace, OK？ 南韩国防部表示，过去俄罗斯军机捌真侪届侵入南韩的防空识别区，不过进入南韩领空是头一届。南韩嘛是头一届以开枪的方式警告对方，会进一步了解俄罗斯军机是不是挑衅入侵的。 另外，因为日本甲南韩一直对独岛有主权的争议，对南韩甲独岛的天顶当作是南韩的领空，日本政府嘛伫下晡表达不满，表示会用外交的方式向俄罗斯甲南韩提出抗议。记者陈世龙报道。 伊朗甲国家的强势强要交锋对立起来，也在因公家的电视台日表示讲，情报单位发现到美国的间谍单位掠到17个替 CIA 中央情报局做代志的间谍，有的已经甲因判死刑啊。面对这款的讲法，美国总统川普以及着国务卿彭泡尔，拢也讲到这个伊朗是伫咧乌白讲，根本是无影无只。 伊朗国营电视台11号播送一部叫做《大波间谍》纪录片，来将美国 CIA 中央情报局以签证为由呢，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招募伊朗人为因收集情报。伊朗情报官员表示，逮捕到17名 CIA 间谍，为 CIA 收集因的工作机关的消息进行技术甲情报活动，运送甲安全监控设备等。不过消息指因全部无受过特殊训练，也无达成任务。对此，美国总统川普推文指。 相关的报道全部拢是假造的，亲像因表示，写着美国无人机共款是假造出来是宣传。曾经担任过 CIA 局长的国务卿蓬佩奥22号接受福斯新闻频道节目访问，无正面回应任何逮捕的事件。不过表示，伊朗当局定定拢是咧讲白贼。
I would urge everyone who's reading that story waking up to understand that the Iranian regime has a long history of lying. They lied about where they shot down the American UAV. They've now lied in the last few days about where they took down this tanker. 伊朗定定会宣布逮捕了为美国甲以色列等外国政府工作间谍。6月时阵表示处决一名为 CIA 工作国防部前官员。4月时阵佫讲侦破了一个真侪年来为 CIA 工作人数有290人的间谍网。记者综合报道。顶半年一直咧停电的委内瑞拉，停电的情形一直拢无改善。伫咧当地时间22下晡4点，佫再发生大停电，包括首都卡拉卡斯在内，全国23个主要的行政区有18个拢伫咧停电，造成交通是乱糟糟，民众有影无奈。22下晡的卡拉卡斯街路天阁真光，但是真侪民众坐夜骑站伫咧路边，表情真无助佮无奈。甲看一车红灯的号志，完全无任何灯是有咧光。今日大楼内面，搁较是乌麻麻。袂少公家和民营单位的头家，规气直接爱员工下班返去厝。但是这款的日子提早收工，无一定是好代志。大停电除了影响车红灯，捷运嘛完全停止运作。原本要坐地铁的人，全部拢走来挤公车。那坐袂到公车的人，只好委屈一个坐拖拉库。Se fue la luz como a partir de las 4 de la tarde, más o menos, no sabemos qué está sucediendo. Queremos que alguien nos diga qué está sucediendo, no tenemos metro, no tenemos vehículo, no tenemos nada, mira que irnos a montar una grúa porque no llegar atrás, no entre hogares. 委内瑞拉伫咧今年的3月、4月之间，嘛发生过6件的大停电，其中3月初7到3月14规礼拜，全国23个省市行政区全部拢停电，后来甚至讲引起物资短欠和暴力冲突。这个是下半年头一届传出大停电，范围包括首都卡拉卡斯等18个行政区。委内瑞拉的左派政府依照往例，指控是美国和亲美势力伫当中破坏，用电子干扰攻击电力系统，但是官方的讲法，民众并无接受。El sabotaje eléctrico eso no existe. Sencillamente el colapso total, unos autotransformadores completamente obsoletos, no se ha podido restablecer ni recuperar y hoy se volvieron a caer. 委内瑞拉这2天指控美国的代志，讲毋若只惊。美国海军2日发布影片，讲19，也就是顶礼拜5，伫加勒比海公海巡逻的 EP3 电子侦察机，遭受到委内瑞拉的 SU-30战机军装，并且挖进进行干扰。不过委内瑞拉了后嘛公布相片和影片，讲是美军的侦察机飞过卡拉卡斯的飞航情报区，才会互委内瑞拉的战机赶走。委内瑞拉政府阁将这件代志和大停电掺染做伙，指控美国想要用军事行动进行威胁。记者综合报道。法国的畅水船智慧女神号，伫咧1968年正月时阵，伫咧地中海西部海峡执行任务时阵，却熊熊来消失。最近，这款罹难者的家属要求爱用新科技来甲因斗找，也在这个月22的时阵宣布已经找到畅水船破碎的机骨啦。伫咧美国深海探勘公司无限海洋的调查工之下，总算找到失踪要51年法国畅水男智慧女神号的残骸，地点是伫咧离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讨论港45公里的所在，差不多伫2370公尺深的海底。We have just found the Minerve. It's a success, a relief, and a technical feat. My thoughts go to the families who have waited for this moment for so long. 智慧女神号面顶有载52个官兵，伫1968年1月17日失踪，50多年以来拢无找到畅水男的下落。最近伫罹难者的家属要求之下，法国决定要重新来执行搜索任务，要用上新的科技来试看卖，落尾真正就安尼找到啊！ I have no words to explain just how much shock I've been in since I heard the news. I feel the peace. Can you imagine? I've been living my life waiting to know where my husband is, where the father of my children is, where he's buried. 找到智慧女神号，互罹难者的家属得到一点安慰，嘛希望讲会当互这件沉船的事件提供一寡线索。智慧女神号失事的原因毋捌公开，专家又讲可能的原因包括风向带失去控制，也是甲其他的船来烧落、鱼雷、飞弹爆炸等等，或者是上述供应的系统故障等等。目前搜索的工作佮继续伫进行当中，官方嘛会替罹难者来办一个追思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国
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母囝李嘉芬伫婚礼的农舍奉检举违建，经过公开乡公所检量了后，23透早甲违章查埔的资料送到婚林县政府的建设处，认定农舍有部分的所在是加起出来，甲原底的执照是完全无共款，限制1个月内爱来改，若无就要来强制拆除。高雄乡公所人员19号详细研究农舍范围，因为高雄市长韩国瑜甲太太李嘉芬伫婚姻馆农舍被指控是批违建，结果量了后比对当初的完工图，发现甲农舍确实有明显落差。23号乡公所将违章查埔已物件送往婚姻馆政府，建设处认定农舍1到2楼头前回廊到后边加起，甲使用执照完全无符合。本身县府的一个拆除经费真的是有限，那违章的这个案子相当的多，所以我们是希望，若是他们可以的话，是希望是能够自行的一个拆除。农舍确定是违建，婚姻馆建设处依照建筑法规定，将发公文予李嘉芬，限期1个月改善。无论是要恢复原状，或者是补办定书，若无将有关腐败定定书来听。毋过高雄乡公所比有期时间慢了1天才送件，也佫采用物件方式，比外界质疑是毋是有护航嫌疑。乡公所赶紧澄清。各资的部分，大部分都是用密件，完全就是个照依法办理，吼，安尼个送到管路，安尼上简单安尼啦，吼，无压力啦，无压力啦。经过违章查埔单项目记录，违建部分只认定农舍1楼后边甲2楼回廊有争起。原本顶礼拜2的时阵曾经讲到3楼有部分甲使用执照有落差，毋过即摆查埔资料中是拢无讲。面对农舍违建风波，韩国瑜回应，确实违法，一切依法办理。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东方设计大学是国内头一间的设计大学。最近有风声讲，学校要求专任教师爱签教师研究费拍3折的同意书，若无来签，因就袂甲伊聘请。不过学校来否认这个情形，教育部也强调讲，无这个同意书来办聘书的这件代志。若准有老师当着，会当甲教育部来申诉。即马是休热的时阵，学校内底拢无人。高雄这间东方设计大学传出讲，学校爱136个专任老师来签同意书，答应研究的经费拍3折，若无就不爱互因聘书。毋过研究费拍3折的影响真大，教授有可能减薪水4万块，副教授也是助理教授，可能会减2-3万的薪水。多少会对我们教职员工，他一定形成一个困扰。是没有错的，但是学校基本上还都是尊重我们个人的意愿。明年的招生也会更不好，那是不是老师还要继续同意减薪呢？哦，那这个部分，学校或老师都要再考虑。我觉得不会那么乐观。有老师承认讲，确实有收到同意书，虽然有真侪人私底下真倒单，毋过嘛有老师背回，毋是无签就不爱互聘书的状况。校方表示，即个调整是要应付招假化冲击的预防措施。调整的部分，敢若针对研究费，原本的薪水无叮当，3万块薪水以下的人嘛无调整。如果说学生的这个数量减少，自然学杂费就减少，但是老师的数量并没有那么快速的减少。不会说不签同意书。那你8月1号就不要，不能接聘了，不会发聘书给你们，不可以的。校方表示，这个调整捌举办过公听会，嘛捌得到超过1半以上的老师同意，是一定会安尼做。无愿意签的老师会佮甲因沟通。毋过教育部强调讲，同意书袂当办聘书，若是真正有老师拄到，会使申诉。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天下父母心，为着要协助囡仔病人处理这较急的症头，也是重症的转诊。台大儿童病院今年2月成立着急重症儿童转院外接医疗团队，互破病囡仔伫咧转院外要来坐车时阵有完整的照顾。这台车顶面的设备袂输是加护病房同款。到今全台湾已经有70个囡仔受到这台车的帮赞。医护人员准备鸡卵糕，庆祝吴小弟弟重新得到新生。到伫中华拄满月吴小弟弟出世10天，就因为面仔青笋笋，气喘袂过来，紧急送病院，确诊得到先天性心脏病。后来经由当地医师转介，由台大病院派遣移动式儿童救护车一路照护，并顺利接受开心手术，病情才稳定落来。第10天就是说喘不过气这样子。
然后糖很多这样子啊，就是那时候凌晨就说有叫救护车，叫我们赶快过去。院方表示，移动式儿童救护车和破病囡仔伫转院外接时，应得到亲像交护病房同款的照护。车顶的设备包括行动式超音波、药物泵浦、移动式保温箱以及生命定向监视器等。医师强调，儿童及重症的个案虽然无济，不过一旦若是发病，随时可能危害到囡仔生命，所以每一分每一秒拢是救援的关键。一定先要把这个小朋友能够稳定，他才能够转送。当你没办法稳定的时候，你在转送的途中是会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是，所以能不能赶快回来是决定一个，就是我们的路程；第二个是决定这个小朋友能不能很快速被我们稳定住。院方强调，转院外籍团队是由新生儿科、儿童重症加护科等医护人员组成，主要提供的对象有转诊需求的病童为主。依照无同款的病史，将医疗设备搬到救护车顶悬，互破病囡仔一上车等接受治疗。今年1月成立到即马，全台已经有70位破病囡仔受惠了。记者综合报道。昨下晡，台北市雨落真大，造成真侪所在拢伫咧淹水。市长郭文德2年前捌讲过，要建立一个海绵城市。不过即马市政府的4块连长人行道当咧更新，而且拢是用这个未涉水的红毛图。学者也批评讲，这毋那是一个歹的示范，而且会影响到树的成长。现阶段，台北市更以海绵城市理念作为水环境政策的核心。台北市长郭文宪2年进前宣示要推动海绵城市，人行道改用先进的透水铺面。不过最近台北市府周边进行人行道铺面改善工程，铺未涉水的底层结构层加防固压力砖啊。副秘书长李德全经伫脸书上一期，毋是要打造海绵城市，学者批评暗头铺面加上树叶又搁细，完全毋是正面的示范。所以这样整个目前这样子做的状况，不但是没有达到海绵城市的这个示范效果，没有任何雨水可以下深的空间，对树木的生长环境也很不好。我觉得如果能够亡羊补牢，把水泥打掉。一场西北雨滴伫无完工的人行道顶悬，果然无法度渗入去，反倒在变成小水池。前一天市区则因为暴雨积水，民众认为应该增加透水铺面。很多事情应该由政府来带头来做。淹水的话，对我们当然是比较有利。可以改变更好的目标。不过，台北市政府解说，市政大楼周边出入超过1万人次，并挖掉繁华的信义商圈，加上市府外边有挂物件，动车常常爱开起人行道。因为有重的那个车子会上来，那所以那时候考量就是要耐重。接下来我们做那个树穴，会把它做成一个连续的那个绿带，透水那个水可以下去。公关用心强调，暗头铺面是因为耐用甲省钱的考虑，会设法伫人行道以外扩大绿带。不过，廖桂贤认为，台北市府若真是有心推动海绵城市，就应该为家己周边做起。已经甲细节设计，将透水铺面极端化，避免无必要暗头放底，而毋是亲像即卖以成本甲内容作为借口。记者综合报道。伫嘉义公园一带停46吨21户的拖炭火车母，因为真久拢无来甲修理啊，在林铁厝今仔日甲这台拖炭火车送登去修理。下晡伫北门的火车头，毋那甲21号的这个火车母赢转来，另外也甲25号火车母以及为是德家修理转来32号火车母，这2台拢甲客户行。吊车机还替火车母进行上下尾的搬运确认，这只手甲真严重的21号火车母倒来车库修理。真侪买将甲小铁都分化的人，早起就赶来遮，希望讲这只陪伴成长记忆的火车母，会当有搁一摆出现的机会。迄当时我才带某无偌久，嘿，即久算已经做阿公咯，嘿啦。看他短。那爸爸妈妈也有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很久，已经在这里住很久的爷爷。那我刚刚跟我的小孩讲说，在妈妈是爷爷，那对你来讲就是阿祖等级的了。
这只伫民国3年引进阿里山铁基路第一只28段的火车母，透过北门车头登去车库园区来进行修理。阿里山新林铁路文化处表示，园区内底技术真好，一定会当甲21号火车母修理好好。争取到经费1200万，所以我们接回来以后，一定会好好的整修它，而且会保持原来的燃煤的动力系统。拄啊开始，拄啊那像有观光业安尼啦，啊人客较济啦。拢挂几节车厢4节。4节车厢。这看来前期的4节尔，啊若柴油的挂5节。北门车头目前除了动态运转25号火车母，还佫有单独特价倒来修理的32号火车母，即马佫迎接21号的倒来，三只真有历史意义的火车母真罕哩做伙来出现。新林铁基路文化管理处表示，会继续拍拼，家己各地火车母找倒来修理，互台湾新林铁基路上重要的文化资产会当一直流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人有影真厉害，让世界共摕金牌。世界上介大间的鸡龟公司，美国的 Caltex， 逐年拢会举办色水一个指定色水来办一个鸡龟比赛。今年是由台湾的创作者吴德武开40点钟用400粒的鸡龟做一枚金铃，这也是台湾连续共摕2届冠军。摕金色的鸡龟，伫手里轻松拗拗的，无2-3下功夫就拗出中的身躯部分。台湾鸡龟创作者吴德武用1个月时间设计，修炼刷40点钟，用400条鸡龟打造将近180公分的金铃，嘛因为安尼变成美国 Caltex 公司今年指定色彩创意鸡龟大赛冠军。指定色是金属金。那当我看到这个颜色时，我想起了台湾的庙宇，我们都会有一些金非常栩栩如生的金龙。那龙不只是称霸陆海空的生物，它更能够腾云驾雾、呼风唤雨，那更是象征吉祥与幸福的动物。今年25岁的吴德武，台矿工系毕业，投入鸡龟创作时间差不多3冬。除了基础技术之外，佫会参考网络的图片和红啊等等资讯，希望让作品更加完美。职业病而言，手是一定会有磨破皮的一个现象。气球这种东西，经过长时间的氧化，它会开始变得色泽不够饱满。你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一个巨大的作品，挑战你设计出来平笔雕塑的一个结构神韵，还有必须要挑战创作者的一个天马行空的想象。吴德武头一届参赛，就打败10外个国家30外位对手，摕到冠军。去年的这项比赛嘛是由台湾的另外一位创作者摕到冠军，这嘛属伫台湾修炼刷2档蝉联冠军宝座。吴德武决定未来要成立工作室，希望让更加侪人知影，鸡龟毋是小朋友的物件，是充满艺术性的一项技艺。记者综合报道。拜5 U12世界杯少棒锦标赛要伫台南的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来比赛，却因为落大雨、落几日，搁再有球形滚筒来扰乱。本地中华队是有主场优势的训练场地，却无法度来使用。不过，咱这囡仔球员拢是信心满满，也祝福因有好的成绩。伫大日头下骹，中华小将是真有信心的，赶紧来练习。礼拜5开幕主场就伫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不过工程到现在搁伫收尾，原来是落雨天甲球形菌虫轮流来乱。因为喷药的动作，我们就不希望小球员到我们这个球场来，因为有怕一些健康的因素，所以我们大概管制时间也到礼拜3，所以礼拜4就可以让球员中华小将甚至来我们球场练球。调调的结果，主球场敢若会使伫比赛前一天来开放，地主队无法度提前来适应球场，教练直直讲真可惜。虽然讲如此，中华小将小刚真有信心。球场上的进度我们没办法去掌握了，我们还是我们也是很感谢市府基于安全上的考量，不要让小朋友危险的去做练习。那我们还是照既定的行程，把他们打败，然后把冠军留在台湾。中华队的总教练是强调，今年的中华小将默契是培养了真袂歹，心理的素质嘛加强了袂少，嘛盼望开赛了后，民众踊跃到场来加油，做伙甲冠军留伫台湾。记者吴正云台南报道。希望咱的武器来生团落，互咱的文化结子又开花。伫咧台北有一个用全台语夏令营，用着台语的环境陪囡仔演戏讲故事。也即个夏令营已经办6档啊，逐年大家嘛是3钱要报名。
淡水站，食鱼丸，食鱼丸。小朋友做伙读念谣来学台语发音，对着音乐唱歌来练台语的声调。这是一个全台语的夏令营，台北囡仔台语夏令营。差不多140个小朋友要伫4天的时间内底，为基础的拼音、生活台语学到生态的知识。无赶快，好就是有课本，无遮老师有足侪物仔，有广告，有唱歌，好好拢无。汉伊囡仔喜欢是甲伊讲台语，但毋过去学校以后就袂记哩，啊，即马佫学转来，我就感觉真欢喜。这个夏令营打造全台语的环境，课程的设计和其他的台语课程无同，不管是广告、歌戏，也是凹纸，拢会使用台语来上课。老师表示，伫国小这个年纪小朋友要学语言是真紧，因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台语的环境，互因哪学感觉哪趣味。这拢会当听做因真好，会记忆4天的学习的中间，因做因讲台语的迄种惯习甲机会。总是我拢是用夜经济的精神，夜咧，伊当时要补的，咱知。少年教会开办台北囡仔台语夏令营已经第6天，每天拢超额加收学员。原本未晓讲台语的囡仔，学会晓听，会晓讲，会晓唱。上重要的是，伫遮学到的台语是会使早点去处理，伫咧生活当中应用的台语。记者尤怡珍台北报道。最近天气有影热翕翕，动物收容所会食的物件，也惊这的猫仔狗仔会掉山，也特别用塑胶管低水来结冰，来甲这个收容所降温度。希望讲这个猫仔狗仔会当啉到这个冰水，而且这个管也会当回收再利用，简单佮环保。台南生化动物的处动物之家因应政府因安乐死政策，内底收容的狗仔、猫仔愈来愈多。这些动物被饲伫外口的工厂，最近天气愈来愈热，防止掉山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天气很热嘛，所以我们就是会把水装进保特瓶里面。那我们放进冷冻库冷冻之后，就是可以提供给狗狗们消暑用。那主要是因为怕它们中暑啊，然后可能会热衰竭的部分。狗仔看起来喘屁屁，感觉真热。生化动物来处技工研发出塑胶管冰的退凉方法，简单嘛会当回收搁再使用。狗仔拢真介意，他们看到我们拿那个冰过去，就直接翻肚让我们放在肚子上面，因为太热了。塑胶管冰就是伫塑胶管内底滴水放伫冰箱，结冰了后放伫狗仔的水库内底会当降温，互狗仔随时会当啉凉水。收容所人员要下班的时阵，搁摕转去冰箱冰，简单省钱又搁环保。收容所嘛提醒，若是发现狗仔活动力变歹、真喘的情形，都有可能是掉山。爱帮因降温，也是送病院治疗。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网络伫咧风声放映，讲这个山野有污点，食了会出问题。台南相关的农业单位也出面来澄清，伊若讲到这个山野有污点，表示教训当好食；也若是讲这个山野偏起来有酸气，污点开始烂，才袂用的食。山野有断点，食到会出问题。这几天流传的消息，互真侪民众唔知影到底有断点的山野敢会食质，这嘛对山野的市场造成影响。台南农业局、农改场等等，拢出面强调，山野有污点代表当食当好食。污点为什么？就是迄个芒果，迄个山野吼，已经咧正在成熟，上好食迄个时间，伊这个点它会造出来，迄个点它会造出来，这个果实你形成的过程内底去这个菌感染。基本上这款菌对人无影响。罗振中讲，山野有污点是正常的现象，有少数的状况是山野歹去袂当食，民众会使鼻味来判断。若是这粒山野有酸味，污点已经烂去，就表示已经歹去袂当食。至于讲伊有异味产生，就是讲伊内底已经过熟，然后发酵。花椒内底变较酸，迄个味的时候，咱就卖食。世界流传的错误消息影响山野市场，合作镇农会理事长李茂昌真生气。因为就一点点啊污点，一个了出来晒对啦吼，甲人饲掉，人捉掉对啦吼。这几个月来为咱农民啊吼来付出的对，加这辛苦对啦，拢甲若讲对啦，拢白白的对啦。山野正常的断点引起民众的疑虑，相关单位两边出面澄清，希望民众了解要安怎判断，放心享受山野的滋味。
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是24节气的大暑，人讲小暑大暑无君主，天气炎热，咱做伙来看明仔天气。北部地区为27度到35度，东部地区为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为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为27度到34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为26度到32度。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的最后，带您来到罗西亚，看中世纪美术战斗嘉年华。也感谢今日您的收看，我是嘉豪，马仔同一时间咱再会。